大家好啊，又係我 Samuel 啊，繼續大追龍劍之勇者第二日嘅 event 情報啊。咁今日咧主要就係所有嘅勇者嘅新進化。咁第一隻係呢個炎魔劍之勇者啊，攻擊體力梯，防風2 SP 防風技，操作變更耐性，戴眼鏡防暈2個10 combo plus 暗章魚燒 plus 再加超覺醒，見到武裝同步啊，暗三屬嘅新進化，4 CD 技禁燒8 turn 自分傷害上限解放220億，1 turn 之間回復力最大 HP 3倍啊！咁佢繼承翻一個4 CD 以內嘅武裝呢，都可以有一個傷害上限嘅 loop 嘅新嘅暗章魚燒隊員。另外隊長技暗章魚燒發動時半減攻力100倍攻，回復力2倍，固定15萬追打，暗屬性 HP 回復力2.7倍啊，都係5.4倍血嘅暗章魚燒隊長啊，咁都係暗 combo 隊啊。第二隻都係劍之勇者水劍之勇者嘅新進化，回復體力梯，防風2 SP 防坐2個心珠強化 plus 2個 U plus 2個 L plus 再加超覺醒，都係武裝同步，光水光3屬嘅5 CD 技2 turn 3級無效，防風覺醒全回復啊，咁係一個破3級嘅技能啦。咁隊長技玩翻3色嘅，固定15秒轉珠，3色同時攻擊輕減，攻力18倍攻，固定1500萬追打，回復體力 type 全3為 3.5 倍啊。咁係玩呢個回復體力嘅3色隊嘅，咁可能作為隊員咧破3級咧比較有用，但最好就入 U 隊或者 L 隊咧就更加發揮到佢嘅火力啦。另外狗仔啊 Lulu 嘅新進化。體力攻擊 type 啊，防風2 SP 防風技防坐2個水火同時攻擊攻擊力上升 L plus 十字 plus 再加部位破壞，超覺醒都係武裝同步噶啦，水火水3屬嘅4 CD 技2 turn 之間貫通無效，屬性吸收無效，1 turn 之間最大 HP 3倍全珠破壞，咁都係一個洗版嘅技能嚟嘅。咁如果有2隻咧都可以 loop 到無效貫通同屬性吸收無效嘅。咁另外有1 turn 嘅最大 HP 3倍咧都可以當盾用頂大力嘅傷害啦。咁洗版咧可能搭翻去原本係去用嘅話，就當係洗埋全版可以掉落更加多啱自己用嘅珠啦。咁佢隊長技咧都係燒 L 至82% 輕減，攻擊100倍攻，回復2倍，3 combo 加算，火水同時攻擊再有2 combo 加算，咁都係一個5 combo 加嘅隊長技嚟嘅。不過就要燒 L 啦，再加火水嘅，咁又係一個火水嘅新隊長啊。另外下一隻本身係木嘅劍之勇者啦，新嘅進化體力攻擊 type， 防風4 SP 防風技防暈防坐5色強化 plus 木水同時攻擊強化5色破防，再加呢個5色嘅，如果5秒轉晒5色咧就會有攻擊上升。咁係火光木3屬嘅2 CD 技2 turn 自分同埋右手邊200億上限解放，解落一個綠色陣啊。咁呢隻我覺得幾好用喎，2隻就可以 loop 到自己啦同右手邊嘅傷害上限 loop， 同埋如果有2隻嘅話咧都係 keep 住一個綠色陣啦。另外都係一個7/6嘅隊長技嚟嘅，5色發動時81% 減攻力200倍攻5 combo 加算，非常之直接嘅。總之燒5色嘅大版面嘅隊長。另外啦，就有3隻，第一隻貓頭鷹嘅新進化，惡魔攻擊 type 啊，防風4 SP 防風技浮游4個 L plus 啊，咁解風裝一流啊。另外超覺醒有武裝同步，光暗光3屬嘅5 CD 技2 turn 之間傷害半減，雙級無效，自分傷害上限解放400億，哇幾好用喎！有盾有2 turn 嘅破雙級，而且400億上限解放咧都係消除到，就可以有1200億嘅傷害啊！咁隊長技 L 發動時擊減攻力100倍攻，回復力3倍3 combo 加算，固定1500萬追打，再加光屬性 HP 1.3倍啊！咁睇下玩呢個光暗隊玩唔玩到啦？但佢如果作為隊員咧都幾多功能，而且有4個大嘅 L plus 咧，愛嚟解封裝十分之強大啊！下一隻嘅新進化呢個本身係光屬性嘅劍之勇者嚟嘅，變成回復體力 type， 防風2 SP 防坐防風條防廢4個無效貫通 plus 再加超覺醒武裝同步，火3屬嘅4 CD 技6 turn 之間回復力3倍，火屬性傷害上限解放140億，1 turn 之間敵全體變火屬性覺醒全回復啊！咁都係一個大，佢嘅 CD 少於佢嘅 loop 啦，咁都可以裝翻1至2 CD 嘅武裝，都可以 keep 住一個火屬性嘅傷害上限 loop 嘅。咁而且解覺醒或者係轉敵人做火屬咧，咁可能
對應一啲火隊打水屬，咁就冇一個弱點式啦。咁隊長技都係玩翻無效貫通發動時傷害半減，攻力120倍攻，2 combo 加算，固定1800萬追打，火屬性 HP 2.7倍，回復力5倍啊，都係5.4倍血嘅隊長。咁睇嚟呢一堆 L 啊無效貫通都係搭翻新限定用啊。咁我自己一隻新限定都冇嘅。如果大家有咧，都係考慮玩下呢啲無效貫通隊啊，或者 L 隊啦。今日嘅最後一隻本身係好似係水屬嘅其中一隻劍之勇者啦，咁就係冥普劍之勇者新進化嚟嘅。攻擊 type 防風2 SB， 防風技防坐2個10 combo plus 2個 U plus 再加部位破壞，超覺醒都係武裝同步嘅暗水暗3屬，2 CD 技1 turn 之間敵全體變水啦，自分傷害上限解放440億，哇咁1320億嘅輸出，解 lock 水暗深角4粒新城啊，咁2隻又可以 loop 到呢個確保有水暗珠嘅 U 啦，咁佢隊長技固定15秒轉珠 U 發動時81% 減，攻力100倍攻，回復力5倍，3 combo 加算，固定1200萬追打。咁水暗隊睇嚟有復甦嘅跡象啊！咁我自己都幾想玩，如果有2隻嘅話咧 ，keep 住嚟 loop 都相對簡單，而且咧仲有3隻隊員可以擺一啲功能重咧，咁相信呢隊火水隊咧都可能可以再次登上呢個雙色嘅榜首啊！咁2番嘅詳情咧進化啦、能力調整都會聽日發表預定嘅。咁今日所有舊進化咧，從來都係一個 PAD 嘅好處嚟嘅，即係啲舊寵上修啦。咁今次其實都唔算三滿式嘅上修嘅，咁呢堆新進化都可以即刻用到啦。我自己暫時睇咧幾想玩唔同嘅光暗隊啦，同埋呢個暗水暗隊都想玩下嘅。咁今日速遞嚟到呢度啊，咁聽日咧由於我飛咗日本啦，咁再睇咧可唔可以同大家第一時間出情報啦？咁如果你未訂閱嘅，記得訂閱。我哋下條片見，拜拜。